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讲的儿童是18岁以下，不过白色恐怖受难者周显龙是伫17岁时阵去互抓去，佮因为参加叛乱组织去互判刑，爱关7档。伊也讲，迄当时有照着年岁去判刑，才通好减关3年。 掀开相簿，一张一张的旧相片，记录周显龙对做囡仔时到读高中的记忆。我现在我都念缅甸，然后这个就是初中，一直是我们老师教的。1950年，周显龙读省立新德高中2年啊，因为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大动明，伫咧上课时被掠走，互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7年。迄年伊才17岁。依照迄个法令哦规定哦，未满18岁会使减刑3年。我一寡同安尼拢10年啊，不过我在里面不听话，落尾我叫伊延期哦，迄村里拢无延期，敢若我延期啦。白白是青春少年时，周显龙煞伫咧加压服刑。不过伊讲即马甲上手咧，伫咧笼仔内偷看警册、看字典、学音乐，等到成做伊专精日语、英语和文学的底子。所以我即马日文会遐尼好哦，英语还多少可以，但在内面看字典，还有偷偷的看一些里面也有一些禁书，我们在按照来我唔知啦。哦，学写作啊，早知影杨奎这个人遐尼出名哦，我还搁较请教。 文章叫伊甲我改。周显龙伫咧26岁出狱了后，先伫咧新疆纺织公司做事，sau落去消息公司做日语翻译，落尾伫咧台湾民办公司对业务部主管，一路做到副董事长。72岁退休到今，伊也含阮分享伊一生奉行的理念。人生哦，困难免的，主要能够战胜它。哦，比如说关了8年半，没有被他打倒之后，你可以享受的。 心灵哦，精神上的这个享受哦，和以前哦受过的苦成正比例。无的确就是安尼的理念，让周显龙通行过青春的艰难，拍断手骨电倒勇，一路行到今，今年87岁。伊也希望未来，唔那简单是国家对因表达关心慰问，若有机会，伊也希望加害者或者是因的后代会当出来反省。记者阿敏、金田玉水台北报道。